歡迎翻嚟足球私鬥啊！今場新季歐聯首輪焦點波，皇馬主場對陣馬賽，比賽會喺9月16號夜晚9點鐘，即係香港時間9月17號嘅凌晨3點開波。皇馬方面啊，伯納烏嘅主場實力好強勁，球隊喺今季聯賽開局非常順利，前場雙子星火力十足，物種喺聯賽4場入4球，狀態真係 fit 到爆。球隊仲有高質嘅中場串聯啊，攻守兩端都好有威脅。教練又把握到輪換啊，今場仲有機會見到幾名主力嘅回歸啊。而馬賽方面，佢哋有格林伍德同埋奧巴美揚等火力球員啊，反擊係有威脅嘅，但係客場嘅穩定性係一般。最近幾個客場嘅歐戰表現呢唔算好。現時嘅公開表現指呢，馬賽大部分嘅球員冇重大嘅傷停，全部可以出賽。再睇翻歷史同埋機構嘅態度呢，皇馬過往4次對陣馬賽嘅態度呢都係全勝，而博彩公司普遍都開出皇馬係熱門，而主勝嘅賠率都偏低啊，市場亦都睇好皇馬主場會勝出。綜合嚟講啊，今場皇馬喺主場狀態同埋班底嘅深度嚟講呢都係佔上風。心水推介皇馬勝，估計波膽2-0或者3-1。想喺開波前收到兩隊官方嘅手法呢，記得加入我哋 Telegram 嘅群組，我哋會喺開賽前30分鐘第一時間更新。